为君希望是借宝钗的药材为儿子不管算什，夸夸有情。娘娘有旨，宣希王子等外眷进殿参见。不管算什，哎呀，夸夸有情。娘娘有旨，保佑进京。兄弟，你身上挂的那块肉，我好久未见，今日再让我观赏一番。好，大姐，莫说莫忘，仙水恒昌。听说谢家妹妹有过经书，一直见喜欢之物，今日也让我一并观赏观赏。不离不弃，方力用计，这倒是一对你。娘娘，这院中另类宣官匾额的对联，可都是宝玉说的哟。孤算大有赏金，这院子巧夺天空，金枝有芽。我这一回去，这院子顶上胭脂封闭，岂不可惜？老祖母，我命家中姐妹和宝钗待肉等人，还有宝玉一同搬进院子，在院中用功读书，岂不甚好？大姐，
让我也搬到园中去住。好。原来王我问噻，你们喜欢是在哪一次呢？啊，宝翠翠，你喜欢是哪一次呢？像这样的好书，老爷却不许我读。今日背地里，我偏要读他一个上夸呀，是咋个边境于是难得细想。谢张生，尽心能事应家，我应深情更比张生子。谈宝玉身不由己，全在此。但愿得今晚梦雨不去死。去找你呢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在这里看书啊。啊，娘嘞都在这里用功，这样一来呀，可要算功咋归了你？你又取笑我干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那些狂公民文饭吃的八股文章了。不是那些书，那又是什么书呢？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困了，连饭也不想吃了你。好妹妹，尽力困，
我是不怕的。好的，我不要告诉人啊。来，什么手啊？来，你快。洗相机。好不好？但要细想想，人风无半开，各像花影多，你是牛生来。妹妹，我是个多人。多病生，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毛明早让我对在这日子里，让那女人把我疼去掉。那张生意风是关于推着呀推，那一年把金神娘黄昏女，那红娘三层让我老夫人，那为民无天边做用女，我以为你胆子对。你这个你好，我也要告诉去，我要告诉去。你去呀？啊，你去呀？妹妹，你把手挽起我。妹妹，你不要睡。妹妹，你把手挽起我。拿来吧。妹妹，哎呀，妹妹，妹妹，你把你身上的这个香袋送给我好吗？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。你送我香袋，我把这个送给你。这是北京王送给我，是皇上赐下来的。什么才能拿过的？我可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也不要这东西。妹妹，我把这个送给你好吗？这个我可不管要。为什么？唉，我不过是里边草，林上呀梦，挥舞金梳配宝鸟，强冠雷和根是宝用，我可不喜欢摔了刀死我。这是你的命根子。
为了我的心。你是林上墨，我是墨边上，墨上相依又相亲。道是金玉良缘无子意，莫让山门。生之本也，是君不可以不忠，是父不可以不孝也。三纲五常，乃生理生之大经，为人正直，不可以不知，是忠贞垂孝子之门也。别人在哭闹，你还在笑你。每日里送往人来把卡牌，本想开台见祖先，再续恭敬听教诲，唯动下拉多生言，这儿民掉落的崔文章，多得我头昏目晕实可言。风堂上了青光彩，门房再到一二吧，我来替你等八姑八姑，八成太苦了。请问，你的眉毛是谁替你画成这个样子的呀？我自己画的。画得一点都不美。来，我来替你改画一下。小祖宗，你还是读书要紧。你就让我嘎嘎闷吧。好，谁让你画吧？哎，二爷，你画别画哦，可千万不能把我的眉毛画得像林姑娘一样。为什么？他不喜欢。哦。有一天，他到园中来，见我先扶着脸，再是眉头，他生
难道每一生的好看一点，也就会得罪人了吗？哼，我偏偏要挖得像林妹妹一样。来，好。万不是，总算你不是真心爱读书，你应该长出过读书的样子来。读书，又是读书。快，天是热了，来脱下件衣服吧。朋友送进我的呀，朋友，哎呀，是什么样的朋友送你这样的东西？哎呀，你少过一些好不好？不是你呀，有些叫上什么三教九流的身份了呀，好心一条万金啊！不知我家二爷呀，你在做什么莫安这人的事了？哎呀，我做的也是正经事，也没有去为非作歹了。那这是哪里来的？不瞒你说，中正亲王府里有个唱戏的戏子，名叫齐官，是他送给我留作纪念的呀。唱戏的戏子？哎呀，二爷，你怎么基于戏子就交朋友做这种事情呀？你戏子就交朋友，这难道是犯了什么大罪了吗？宝兄弟，哎呀，是八姑娘来了，八姑娘请进。怎么不欢迎客人嘛？那我也不该来你。宝姐姐，来，宝姐姐，请坐啊。你们刚才谈得这样热闹，在谈讲些什么？宝姑娘，你看他竟与戏子结交朋友。戏子？是啊，那问得了吗？是啊，宝兄弟要是真与戏子结交，那倒叫人担心你。宝姐姐，你不要听他这些。阿姨，什么事啊？阿姨，老爷吩咐我来传话，是假如称老爷，明日一早要来拜访，老爷要二爷准备，明早好会客。会客，又是会客，这是老爷吩咐的嘛？好，去。啊，宝姐姐，你听我想想，老爷每逢接待宾客，总是要我一杯茶，你说啥？这是为什么呢？是说你的人品在卡，所以才叫你。我无非是个说中有生的俗人罢了，我真不愿有这些落独门来枉你。宝姑娘，你听听，他呀，就是这个改不了。世界上哪有一个不愿和做官的人来往，倒却愿意和戏子结交朋友的道理？是啊，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呢，宝兄弟。今日上你
要为谁？此事做成真本领，理应该把茶馆头去上清，怎能够把我正义报公明？宝姐姐，老太太要玩过牌，真不认你，你去玩过牌去吧。我难道是专被人家玩过牌的吗？八姑娘，你不要理他这些，人家劝他上京，他总是骂人家什么落毒啊！你想怎么样的老爷不生气你？哎呀，睡不着了，我去看看姨娘去。八姑娘，你再数一回吧。不用了，宝兄弟，我走了。海爷，啊，八姑娘最好，海爷，八姑娘最好，八姑娘最好啊！你儿是宝姑娘，要是换了林姑娘啊，不知又会怎么样呢？比起这些，宝姑娘真是叫声惊悚。可是你呀，倒是和人家生分了。林姑娘从来没说这些文章话。这难道是文章的话吗？真想不到，这穷人归国之中，也会染上了这种风气。海爷，海爷，望京用一灯，生见自己最难安居，背地分手知心话，但愿知心当把头，当把头。怜惜我，终不知可自从撒娇将自家娘，舅父母是宾客相待，各称娘啊，冯姐姐是里面前来外面光，愿众姐妹三相好，终是
老爷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！在家里你因为贵妃被训教，在外边无法无天又遭殃。那几官是王爷家人陈风人，一旦官用得他出不当。什么奇怪呀？我实在不晓得此事啊。可是武状也未见得呀。武状也有真名和举谁，差生的环境环境明了。你讲你。那几官燕军台上要过目，燕军台下马欢笑，再不愿这身有礼，愿做个夜路桥啊！你好，是来，他曾在哪里？我却不知。他必居东家，可有此事？他曾机智地心，你何必来问我呢？我去找到了你，咱们有么再来请教告辞。请大人万岁，请大人稍待，大人万岁，不许走开！请大人万岁，请大人万岁！奇怪呀，警官呐！我看你聪明在神通广，难道是来不知道？参事，老祖宗快来呀！老祖宗快来呀！幸我家父死里作宁之中，富贵功名之家，竟成了你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！你不能光灿灿雄远进，你不能对家老高登，强用那丫头戏子去奔。
人休弟此言，我养了你之我亦不想，不知今日去顾了他一句2万。老爷，你就挂在我们夫妻份上，我念一不安吧，只有这一股孽障。八月我们娘儿俩娃子一同死了，我哪可没女儿了？都是你，八月，都是你，都是你把他宠成这个样子，我今天非勒死他不可。拿绳子来，老爷，绳子来，拿绳子来。老爷，你要把他勒死，你先把我勒死了，你先把我勒死了。老爷，你先打死我！你先打死我！先打死我！老太太有什么吩咐，何必自己走来？皇儿子进去吩咐，也就是了。你原来和我讲话，我倒有话吩咐，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。瞧叫我东山失去啊！老太太，做儿子的4次管教他，也为的是永中要主。老太太10次话，叫我做儿子的，是否当得起？呸！一句话已经断尽的夫妻，他能生子，真经了满子死你，今日你下落生子，他死的真不叫爸妈人痛伤心。要出走，老爷，不那不样啊，不争气的孙子啊！先生，听说你近来丢了个妻子，是不是？丢了也就算了。我这个倒用不上，你把我这个拿去带。姑娘，这怎么是的？这是总不见太太送给你的那个好。哎呀，宝姑娘，你来了半天，我连杯茶都没遇到。好姑娘，你是因为我请你倒杯茶去。不用了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道士的话是我信的，什么金玉良缘，我偏要什么在姻缘？宝姐姐，宝姐姐，
是你呀，宝兄弟，你身体可大愈了？多谢你前几日我先好了，想必你来了许多时候了吧？来了一位，谁听见你在梦中骂人？想不到我是专门来听你骂人的。是真的吗？我怎么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呢？好了好了，梦中之言不足为信，我也来是想帮忙你，二来听说你近来遇出了几岁心事，倒想来背到一番。是倒是做了几岁，总不见你和林妹妹呀。哎，今天你来了，正好可以评论一下。好啊，那先到里面去吧。姐姐，请。什么宝姑娘、白姑娘，有什么事报来就手上，叫我们不言三更，不得好噻。大牛背子心头上，永不顾我的是不心吧。他是婢女生于心里，我是山上良心情开放。谁呀？多先生了，于是明天再来吧。是我啊，还不开门。禀你是谁？二爷吩咐的，一概不许放进身。嘿，宝姐姐。宝兄弟，请啊！一生浮沉，万生了，茉莉花尽心期望，寄人篱下陪足见，低头深切。闭门高。老祖宗快来！四月天气一扎情，陪茶老太太来趁34月春江去，我看是正当美景我良辰。老太太去岁有长。好也才有心，陈阿姨真乃是大发一的赏花人。什么大发一的赏花人？老太太也问也年轻。上身不老我下去，三顾断尽老人心。丫头，就凭你这张巧嘴，自己乱心的看起来，二嫂子凭她这样巧，总巧不过老太太。人家看女孩啊，我是经老了，还巧什么呢？
喏，当年我想冯丫头这般年纪啊，倒是比她顽强啊！姨太太，老太太，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，千真万真。说我们家里4个女儿孙娶，要是巧，要是好啊，都不及宝丫头哟。老太太，这话可是偏了。哎呀，姑妈，这倒是真的。我时常听老祖宗在背后说报告娘好你。冯丫头，啊，你去准备一些好吃的东西。娘儿们今天索性就乐也乐啊。姨太太，老太太，你想吃什么都只管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冯丫头办了来吃。老太太总是接她出难题，时常要她弄了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。哎呀，姑妈羞死了！我们老祖宗啊，只是言神有孙，要是不言神有孙啊，早就把我也吃了呢。
心头不知有相去，一霎锦囊收银冠，一颗心土迎风来。这本寄来还寄去，不将无能言去生生我此，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成吗？我当良是谁？原来是这个横心对面。妹妹慢走。我知道你不理我，快叫我先避开。我今天只要和你说一句话，从今之后许了开手吧。说吧，说两句，你听不听？哎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？今日又怎么样？唉。你跳，还怕那牙关佛是包在打我情事，张张切切来照了你啥烦恼我担忧，你啥开眼我心想，我和你同坐千万同上菜，像一毛生的情同胞。
好，才知道妹妹承担你心也烫。是今是你瞎着眼睛把我瞧，三朝时期玻璃我啊是保牛，手稳落魄大烦恼。我与从你当年是马也呀好，为什么怨儿鼻子将我跑？你有仇，所也是杀也好，为什么被人托是你常备好？你叫我报名不怕玻璃梦啊！我就是为你死了，也是个缺失的归文，怨恨难告。怎么？你在哭啦？谁在哭？快，自来外滚着你！你要死了，动手动脚的。实话忘了情，不就动了手，也就顾不得死我了。你既这么说，我来问你，那天我到游泳园去，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呢？此话从哪里说起？哦，怪不得你不理我。好，我只管这样对待妹妹，叫我立刻死好了。哎呀，猜那一天啊，我不过常对我一声回，来访你并做工担心，谁知道受了你丫头眼欺凌，上了你永远的闭门羹，撇下我满目凄凉的院门，遍体生安梨花情。那一日你蒙着的玻璃人，今朝又比自在别处八十名。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呀。那天只有包姐姐来说过一回，定是丫头们惯出来的好事。待我回去问出是谁，定要教训他们呢。是要教训才好。得罪了我倒是小事，要是有宝姑娘来了，什么白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得罪了事情扩大了。你还是这些话，你到底还是亲我呢，你还是追我啊？哎呀，这有什么要紧呢？哎呀，劲都抱起来了，还记得一脸爱你。你放心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你倒说说看，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？哦，实里你的意思是体贴不长，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不明白。
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，你是真的不明白走啊！不但我凭着把费了心，而且连你带我的心都辜负了。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动了心，才弄了这一身的病。好妹妹，你是能宽我一些，病就会好呢。好妹妹，你让我再说一句话，再走好不好？还有什么可以说的？你的话我都明白了，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只可惜，可从来也不管事。今天大胆地说出来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人愿的。我为你，也弄了一身的病，又不管告诉人，只好挨着。只怕等你的病好了，我的病也是会好的，我在你梦里也忘不了你，好妹妹。二姨，你怎么了？林妹妹呢？林姑娘她早些走了，走了。哎，她到哪里去了？回去了。她为宿在司机家里去了。二爷，二爷，宝儿爷呀，二爷不好了，二爷不好了，二爷，宝儿爷，你怎么了？宝儿爷。他是怎么回事？二爷，宝生，宝玉，你怎么了，宝玉？先生，你是怎样时候的，把宝玉弄成这个样子啊？也不知自己女孩也讲了些什么，二爷却言语色了，随即也冷的，我也不为所了。究竟他讲了些什么？我并没有他说些什么，只有他说了一句玩笑。宝儿爷，你可不能当真啊！宝儿爷，宝儿爷，子娟，二爷，子娟，宝儿爷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，你要去连我也带了去怎么一回事啊？老太太，林家妈妈来看宝儿爷来了。你叫林家的人来看当初，这因为家的人看当初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林家的人来接林妹妹了，当出去，当出去，当出去！这不是林家的人啊，是了林妹妹。凭是谁不许他心里？对呀，越不许你当领事，不许心领的进来，都听见了吗？听见了没？老板要说，不是来接林妹妹的吗？哎呀，船在那边等啊！他们说要走，方圆，这总给放心了吧？子娟，林妹妹她从今夜去不成。
看宝玉近来病得奇怪，那黛玉又或算病，或算好的。现在小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也不怕什么。自己你看怎么样啊？老太太，依我看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还是趁早就帮我生了亲，以免得将来闯出什么祸来，说不定冲一冲喜，病也就好了呢。哦，这是那林姑娘啊。谁知有貌又有才，只恐怕多愁多病不闻情。宝丫头德用兼备，与佛相品格端方十分严。可不是嘛？更有金手配宝玉，是一对天生的平地莲，能知江湖万事情，错得宝玉不归心。既然你们都是宝丫头好，那我的旨意也就定了。都听见了，可不准传出去。要是再来了一个事，当心打断你们的粮了。嘿，老太太，你看这。宝玉若真的像先生方才说的那样，万一生出什么祸来，这倒叫人难了。难倒是不难，我倒有个主意，不知姑妈肯不肯？你只管讲来。依我看，这件事只有个调包的法子。调包？听一条配两万字调包起，生一个历代刀枪敲机关，到时红盖头扎子新奶奶，无心人可用之就是小丫这去的是林妹妹，把真情暂且还一番。这是乱的我嘛！老祖等到那今晚生米山，生米之人寿弥漫，管教他孝敬真内犯不了脸，鸳鸯真上喜不
我在此地可受了什么人的气了？林姑娘，你来评评理，他们说话我又不知，我就是说一句话，我姐姐也不敢打我呀。你姐姐是哪一个？就是贞子姐姐。你叫什么？我叫沙大姐。你姐姐为什么要打你？你说出什么话了？还不是为了宝二爷娶宝姑娘的事情。你说什么话？那就是宝二爷娶宝姑娘的事情。好一日谈了晴天，谈了晴天呐，成了落地，成了落地，人是风筝，乱心扉。别别轻巧乱，自动在醉无名。难分辨，难分东西。姑娘，你究竟要往哪里去呀？啊？我问宝要去保你，姑娘啊，姑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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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是姑娘，姑娘。去呀宝，你就去一点吧。子舅，你哭什么？我哪里能够死你，姑娘？一姑娘心思随桌上思怎么样叫我自卷真不愁？断崖见你摊开手，随你为人实以后，镜子里只见你用银手，枕头边只叫你泪湿
尽的东来到城，下楼到村。姑娘啊，你要多保养在梦城，把天大的事儿放开手，保养你肉精神，花模样，当开你迈上舒服终你好心好意，我贤子，你曾经劝过多少次，真乃是一生冰棍，一难是我强人缘，非也是只落得路远山高家难归。地老天荒，人的事。姑娘你身子乃是保护针，在我身这样的娃儿同生情，世间上总有良药可治病，更何况腹中都是痛你的人。老祖宗当你上长征，众姐妹听清你的意思了，是叫你修的腹中人。在腹中，谁是我之泪？是娘。
气，这怕受不死啊！于是。
指望与你并肩共欢笑，谁知道风雨无情草木雕。从今儿你手中孤雁相守，看姑娘，只怕是往日情梦中荡，姑娘，我托你一件事，是我是让，又在世没有亲人。我的孙子是过生的，你好歹叫他们送回去。我这奔进来，往进去。休将八棍埋往进去。须将八棍埋姑娘，姑娘，姑娘。细心机，数遍了
了子女把家期待，总算是东园道是西园里，今日异乡的此在，我此生得去林妹妹，心事灯花冰水开，往日凭据已必改，今日老是无言阿妹，从今日与你春色早起扎花队，寒夜挑灯把米菜，天香顶里观树啊，红叶垂影大苍梅。从今巧女娇艳满身纹，世道断水分不开，这真是人无谁看终于懂。牛郎织女情系为林妹妹，你的身子好了没有？我们好久不见面了，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啊！宝女来，老祖宗，你要稳重些哟。我知道。咦，为何这件事不见紫娟啊？他的生肖冲了，因此不来。原来是此。哎呀，妹妹，你给了这个东西干什么？我们何必用这些说套呢？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做新郎总该懂文采，须啥得新娘期待谁？多人欢喜你少吃啥，才愿才问你莫看见。你是我啥？我是你才啥呢？我把我的心都交给了他，还会对他不温柔吗？宝女，我的孩儿，母亲，愿你俩相敬如宾，到白头，这才是父母之心，不过分。知道。宝女，老祖宗，宝女，来，你母亲的话，你可要记住哦，这都是为你好。我知道。哎呀，老祖宗，母亲，你们，哎，歇歇去吧。哎呀，歇歇去吧，歇歇去吧。哎呀，歇歇去吧，你们就歇歇去吧。妹妹，谁人这红盖头啊？
你来摇摇我的子女，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什么做梦不做梦？老祖宗在这里守着，老爷会在外面等着你。现在，你告诉我，上说的那位美人儿是谁？是新娶的二奶奶哎呀，你真糊涂！新娶的二奶奶是谁？宝姑娘，林姑娘也。怎么闻出去林姑娘来了？老爷做自娶的是宝姑娘。宝姑娘，你娶的是宝姑娘。老祖宗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娶的是宝姑放开！是林林爸爸的告诉我，是林妹妹生亲的吗？谁言他还负我上你？怎么？你这是都变了，都变了！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究竟是为什么？老祖宗，三道教队众位杀敌，你快收下，你快收下。林妹妹，林妹妹。我以为把你好日今宵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神？为什么没缘错把唐花在？为什么掐掉金杯酒来亲？不是老祖宗骗我家中无情。宝姐姐关在我心上深。林妹妹呀，你定是七岁十分悲，泪是滚水见那心。你们可能听到林妹妹的哭声，你们可能听到她的哭声啊！王爷好，王爷好，小弟，王爷好，小弟，
我有一句心里的话要说。我妹妹都已平了孤冰原一条根。望求你把我们放在一间也好娘同病相怜心口心，婚上也能实相见，死了也共长途分。老祖宗啊，我天下万物我服从。只求与妹共死生。老祖宗，你就依了我吧，你就依了我吧。你就依了我吧，依了我吧，依了我吧，依了我吧。是你的大喜日子。你竟病人这个样子，你好叫我心疼啊！我知道，就你们也没有用。我找林妹妹去。宝兄弟，我找林妹妹去。朋友，我找林妹妹去。宝友，你我找林妹妹去。林妹妹，她已经死了。
我你心生就是亲兄妹，那是两小无猜共争面。到后来我妹妹都长大，共同心想才华情。曾记得以后约上了闭门羹，你是十八安心也不眠。妹妹呀，你为我是一往情深，把平啊天，我为你是山里梦里找想念。好容易盼到童话花中叶，总以为美满姻缘一线牵，想不到灵妹被人抱进家，恰原来你配比是我被骗。谁知道把头能家我，哎呀，才知晓今生你黄土笼中都是面。你怕那生死上风把河双肩，到如今他不再比你上句。
二爷，天夜了，这里不便多留，你快回去吧。子娟，我知道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个求死鬼。这些话我都已经听惯了，神已死了，还说什么？子娟，妹妹临死时，她讲些什么？想当初，姑娘病重不认定，上天之语我知心皮。他这里是人我桂花三更起，你那边是东方春暖一天喜。只听他哼声呼报牛，这心酸的事儿我牢记。宝二爷，你来治疗，你来治疗。生死往心难负起。林妹妹，你不能怪我，这是无母之子，并不是我们分子娟，妹妹调情今何才？今夜一段，你休理他。分子娟，妹妹的花
难再补。这公比心里错事啊，我岂能一顾情面来随从公？偏偏王母虽为心中，独自为风雨心浓。奈何天上外人，见了此情意重。因此上面出人，历经刀牛一红绿梦，红绿梦。我倒是金牛良缘，俺是你莫上心门。空得上山中高是金银轩，中国王四万岁数西莫里。天上飘下我林妹妹，是一个青面绫色裙，到她河内草房生青梅，牵着来过个亲戚飞手雷，又是花朝水，都好比风和雨，眉梢眼角长血气，身影小貌如纹颜，分明是外靠心的相思就是雨。到是今